桃园市是全国头一个县市，予合格代理教师的权益通比较正式的老师。嘛，对去年8月开始会当采购代理教师进前的年资。市政府是表示讲，补发的薪水会伫农历过年前立效，有1255个代理教师受惠。 徛伫台前的教课，看起来正少年的黄培玲，其实做代理老师嘛被当啊，因为共工无共酬，做这个工课无保障，真侪代理老师对教育现场是真失望，拢转去做别行的。即马要找代理老师是真无简单，是全台普遍的现象。同时是大声推动代理教师职种年资的提升，对113学年度开始，就会替代理教师来加薪水。 对我们代理老师来讲是一个很有保障，而且也给我们打了一个很有力的强心针，会让我们更愿意的留在学校里面去做这个服务。因为他们的工作有保障之后，他们可以安定心情下来。我相信，不管是代理老师或者是学校，哇，还有我们受教的一个学生，都是双赢的一个局面。 过去，代理教师并不是编制内正式教师的资格，无法度去计算因职前的年资。对于宪法法定113年宪法日第7号判决宣布以来，桃市变作第一个采购合格代理教师职前年资提示的县市，而且会当登记到113年8月初1开始发放。 硕士学历6年年资的老师来说，他提取后的经费就从54000元提升到64000元。那目前经费已经在本周核定到各校去，学校收到之后就可以立即的拨付给所有代理老师们。桃园市愿意替具有合格证的代理老师能够提高他们的待遇，那这个相信呢也能够让桃园在代理教师这一块能够让更多优秀的人才留下来。 在过年前，代理老师就会当收到这个大红包。若是以硕士的学历来加20年，正式教师每个月的薪水差不多是85000，代理教师是52000到55000，一年就差30到35万。对桃园推动的新做法，教师会除了表示肯定，嘛希望讲会当持续来提升教册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